欢收看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我是规定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酸。为什么你挂嘴样我无挂？因为我天生丽质，就是我对我挂嘴暗的面型特别有自信啊。我是感觉吼，我的嘴唇吼爱互观众朋友看一下，我感觉我的嘴唇吼做性感。哈？真的啊，你认真？真的啊，我做爱等的啊。对啦等我看出来啦身躯的哪一个部位，互大家看呢？好啦，你毋是讲要推广你的 IG，对，我的 IG 伫遮，大家都去看。大家会当去看内底你的身材。都精彩哦。好啦咱这个月吼，其实吼，咱要讲两个故事。啊，咱前一个故事，咱是讲开后将军的故事。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吼，是陈修娘。陈修娘吼，伊是为厉鬼，伊的白仔位吼，到最后变成藏伫个台南孔庙内底的节孝树。其实陈秀娘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啊，伊迄当时啊，就和一位叫做林秀的查甫人结婚，啊，毋过就是林秀啊，伊伫真早的时阵就死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啊，所以陈秀娘就想讲，伊家己是想要守寡，啊，毋过林秀的小妹就是专门咧卖身的，啊，有一摆咧，就有一个主爷是。去因兜拄好要进行交易，啊，然后咧，伫这个过程当中，伊煞去杀着陈秀娘啦，啊，毋过因为伊约袂着陈秀娘，伊就开始去收买陈秀娘的大家，佮有伊的小姑仔。是啊，因为伊的大家跟伊的小姑啊，真正做爱钱的。对，伊就去想讲吼，会当趁着一条钱，而且吼厝里可以当减一个人食饭。嘿啊，趁两边啊，趁两边啦。贪心。嘿啦，就是有即款哦悲剧就发生啊。所以吼，一开始因两个人吼，就开始苦劝迄个陈秀娘，讲吼啊，你着嫁有迄个事业啦，啊，你过去生活会过较好啦。要毋讲吼，陈秀娘吼，伊感觉伊爱守寡，所以吼，伊就拒绝一件代志。伊的大家佮伊的小姑就开始感觉袂使，一定要逼，所以就开始甲伊吼苦毒啦，甲苦毒甲规身躯拢是伤，到最后用迄尖尖的物件吼，为伊的下体甲堵落去。陈秀娘就因为即件代志来过身去。所以后来啊，这个陈秀娘的小弟就去陈秀娘因兜要看伊的阿姊，就伫陈秀娘入墓的时阵去看阿姊，发现讲伊规身躯拢总是伤，啊，伊就怀疑讲伊是毋是互苦毒，才会安尼就死去。伊就报官府要替伊阿姊讨公道。是。啊，毋过就是因为官场的文化，就是每一个官员啊，拢会互相讲话啦，所以就安尼凊彩就干。陈秀娘的小弟因为不服这个判决，所以伊就甲代志闹好大，当地民众吼就开始注意这件代志。有一摆吼，县令伊的桥对迄民众吼就甲围起来，啊，佮对伊弹石头，啊，迄桥吼，互迄石头吼弹用歹去。县令吼因为想会惊嘛，所以就逃走出去啦。当地就变成无人管的一个状态嘛。这件代志吼，伊就惊动到当地台湾府，因为台湾府城嘛有一个县令嘛，台湾府是更较大一个机关。台湾府重新来审判这个案件了，判伊的大家甲小姑死刑。想袂到吼，内底有一个足重要一个人吼，伊全身离退。完全无互判刑。是，伊就是苏爷。迄个苏爷吼，伊是这件代志的源头，要毋过伊煞无受到处罚。代志发生了，知影家己会互处罚的时阵，伊就走倒去长山，走倒去长山了后啊，想袂到中远过程吼，伊雄就死去。有民众吼，就伫遐咧讲吼，这可能就是陈秀娘吼跨海来去讨命。当地开始发生足侪怪代志，比如讲，伫暗时的时阵，遐个厝边隔壁全部拢会听到有人咧喊的声音。唔知是毋是亲像即款的啊？而且重点是，搁发生其他的怪代志，包括讲有人伫日时的时阵等收钱，结果到暗时的时阵，遐个钱全部变做银纸，而且暗时啊，衙门的物件拢会飞到天顶。但是安尼哦，对哦，那一个太空人同款。哦，就是漂浮伫个空中。大部分的民众啊，拢认为讲是陈秀娘显灵，所以就开始甲陈秀娘祭拜。啊，毋过甲陈秀娘祭拜了后，又是一直发生真侪怪代志，所以因就想讲要找神明来斗相共。有资料是安尼写啦，因一开始是请功德尊王出来牵陈秀娘斗法。嘿，只要先开协调，要毋讲吼协调无成功了后，伊较请观音出来讲。观音含伊咧讲的过程当中吼，陈秀娘摕两个条件出来，你也答应我，就唔继续做怪代志。第一个吼，就是讲吼，莫去去追究伊进前伫遐闹代志的迄款情形。啊，第二个吼，就是爱家起一个封号，佮爱家伊的牌位摕去台南孔庙内底的节孝树内
底。嘿，就是因为安尼做了后，这怪代志才开始消慢慢失。消失。毋过我嘛有听过其他的版本，就是讲一开始的时阵，其实是先找土地公来斗相共。啊，毋过土地公伫甲伊斗法的过程，就发现讲伊家己拍袂赢陈守娘，所以土地公就去讨救兵，就找功德尊王来甲陈守娘相战。啊，毋过伫这个相战的过程当中，功德尊王嘛感觉讲家己拍袂过陈守娘啊。啊！对，啊，毋过伊感觉讲陈守娘的法力，敢若佫比伊佫较高深，所以后来才会请即个观音来协调。所以协调了吼，代志就安尼无去啊。啊，煞来吼，像即马吼，咱定定去台南孔庙的时阵吼，你去这house内底，你个人看到陈守娘的拜位伫内底。嘿啊，好，接下来继续看第一集档，拜拜。